關窗得硬崩崩大馬碌。將我講到賣咧，我都講啦，我虧本賣，冇賺你一分錢，我仲要蝕本。咩？嗰度咧就係一斤現價，佢係80蚊錢一斤。我今日我冇要80、50都冇要，我要幾多？我要30一斤。腰骨痛腰骨正，睡眠冇好，精神不振，機關槍冇夠力，你就要飲6邊酒，保證你飲了腰骨冇痛，手腳冇麻，周身有力，一覺睡到天大光。黃色呢個黑色有冇有？係嘛？黑色嗰啲柳抽柳塊有啲柳抽。買過，幾時幾嘢啊？一又快條口會可以試睇望好全底。要我一陣先我都翻嚟買啊！呢嚿全部有得賣嘅。嗱，呢個嗰啲買得多就我想去凍個，8蚊我買豉油凍嗰個。係啊，我一陣先翻。我啲回頭客冇有3天又2天拍病回頭客，真正我手機全部都花咗出來，好多人飲我燒酒口料就冇有風化，效果好見效化。有啲人佢講老闆啊，佢講醫生我冇飲燒酒，你又我飲燒酒，為什麼講醫生我飲燒酒？你太飲多啊！一陣一排飲病飲半斤，好人都會係咪咧？但係你飲我啲燒酒100%降血壓降血糖，所以講你冇使擔心。就有啲人佢講，咁你就俾一杯我飲啦。等陣我條機關槍硬我就來買咯，實係冇得咁快硬。你係飲我燒酒一杯佢就得硬，我放啲偉哥落去，放啲的士落去，咁冇有用，個人係有煩。你飲我啲燒酒1斤燒酒你冇使飲齊，保證你腰骨冇痛，手腳冇麻，周身有力，一覺睡到天大光，冇使食埋啲7個嘢嚟。70-80歲嗰條機關槍得硬崩崩大馬碌。將我講到賣咧，我都講啦，我虧本賣，冇賺你一分錢，我仲要蝕本。咩？嗰度咧就係一斤現價，佢係80蚊錢一斤。我今日我冇要80、50都冇要，我要幾多？我要30一斤。一斤啱得見效。你講要口盾筋要口盾尾，一斤冇有可能。要幾多咧？要1個療程，嗰度就係1個療程。30一斤，嗰啲就1個療程。裝到個度就5斤，裝滿啲就5斤半。嗰啲就更加優惠，按30一斤，佢係165蚊。我冇要你哋160，125我都冇要。我要100蚊，嗰啲為10零蚊錢一斤，5斤半。我要100蚊，我送1斤俾你哋6斤半。我按熟客賣，我昨日起我才啲賣咯。前邊個3個人我俾多1斤你哋，100蚊錢我俾你哋幾多啊？7斤半燒酒嚇，裝一棍，花少少嘅100蚊錢，13蚊3錢一斤，效果好見效快，真材實料喎。啱呢個度有證人都直講，人哋頸椎病飲我燒酒又好齊，實際上係使得我啲面。你可以加我麵粉，嗰度有我麵粉後喎，電話號碼就係我麵粉，起碼冇有2天，冇有3天又2天黑病回頭客，6邊6塵配馬卡，塵氣腰痛，夜尿頻多，腰骨痛腰骨正，睡眠冇好，精神不振，機關槍冇夠力，你就要飲6邊酒，保證你飲了腰骨冇痛，手腳冇麻，周身有力，一覺睡到天大光，冇使成晚起身屙夜尿，嗰條機關槍硬崩崩大馬碌，嗰啲係6斤手，你買10蚊錢嗰啲米霜酒冇有我啲燒酒好飲，手腳麻痹，手腳抽筋，關節痛，頸椎病，腰椎間盤突出，手麻麻腳麻麻，你就飲6斤手。嗰種咧就鹿肉，有血壓低嘅人你就冇要鹿肉酒，血壓正常都配埋俾你，血壓高嗰啲更加好，白粉啦，要你口盾筋，口盾你1個月都冇使。
係嗰啲人家綠用泡出來的手一定降低人體血壓，擴張血管，減慢心率。20分鐘就見效。因為過年了，頭暈啊、耳鬼響啊、眼睛花啊、腰側酸軟、周身無力。特別係中老年人有前列腺炎、前列腺增生、前列腺萎縮、屙尿分叉、屙尿兩條線屙尿總係的彩底褲的彩鞋喎，你專心飲嗰啲消防，飲一個就要你口一個，飲兩個就要你口一梳，100%洗得喎。好多人佢講醫生咧，我冇飲燒酒，為什麼醫生咧你冇飲燒酒咧？佢怕你飲多啊！一陣你一攤飲8兩飲半斤，好人都會飲壞。加之你飲啲白酒，你半點作用都冇有。你飲嗰啲有藥就嗰啲藥本身就調理你身體嗰啲病症嘅，所以講你大膽飲大膽，效果好見效快。你得身體好，我正得門口開人5斤半、6斤半、7斤半燒酒，你花少少個100蚊錢，捨得又嚴，瓜手會甜，捨得湯雞你就會得口。腰椎間盤突出，13蚊花，13蚊花蚊。稍等下，你個裝潢燒酒俾大哥啲，使得我哋13蚊零啲。你買啲藥酒買2兩藥酒，人哋減收你幾十蚊錢，你茶時得涼幾啫喎。啊冇問題，要多要少，你1斤我哋要30蚊錢，聽你要多要少都得。係啊，6邊6層6膽配馬卡，陳李腰痛，冇講價喎，夜尿多，腰骨脹腰骨痛，睡眠冇好，精神不振，機關槍冇9厘，你就要飲6邊。真正興業炎龍嗰陣咁坡突大坡突度贏福龍，我有佢電話，你可以打電話問我朋友顯發有出來過，血壓又高，血糖又高，又中風嘅人飲我燒酒，飲了我200蚊次燒酒，全部口齊。係嗰種係鹿茸，嗰種鐵片就成嗰種啦。你講血壓高嘅人，你冇有鹿茸，你係刀沙失海。你食藥嘅時佢就降鬥，冇食藥佢就升翻。你能夠飲燒酒，你就早成1兩，晚成1兩。如果你冇能夠飲燒酒，嗰啲1兩燒酒，你分10次飲齊都得喎。反正你一日飲齊，佢就非常有效你喎。講真話喎，效果好見效快。我喺度靜了分。嗰度有我姓名嘅，有姓名、電話、地址、功效、用法用量。你按照個電話號碼添加我微信。我每日我都有發嘢發過，嚟5斤半、6斤半，前邊3個人打錢過。冇講價嘅，冇講價，個個都係咁啊，買冇買得㗎。你認為冇聲份，我哋坐啲飲我燒酒，1斤我哋要30蚊錢，個個都係咁㗎，現價80喎，我要30。頂你啊！腰就凍頂。好使好用嘅嘢，冇使擔心，大膽買大膽打。智慧米絲天天有，街市受歡迎。我俾10蚊你，當然我。你買10蚊錢嗰啲米桑酒，冇有我啲燒酒好。醇厚又有益。係啊，嗰啲牛就冇靚了。嗰種咧冇浸過燒酒嘅6間，嗰種係浸過燒酒嘅6間。嗰種有啲係浸過燒酒嘅種。買斤咁啊30蚊一斤，，30蚊都廿20蚊錢，醒飲。
就冇話可能，我要話俾你知，我有咩方外身。Hello. Không gì kita ni, ni. Hello.